有冇覺得膠框款式好靚，好有 style， 但戴唔夠2粒鐘就已經想除？今年我哋同日本手造眼鏡品牌 Akira & Sons 再次聯乘，推出咗全新賽璐珞膠框。我哋以佢哋經典款 Chris 做藍本，專門針對香港人嘅頭型同面型進行一系列嘅改良。呢款改良版 Chris 可以話係 Boston Shape 鏡框嘅教科書，線條經典又優雅。我哋特意調整咗鏡框粗幼嘅比例，更加適合香港人佩戴。而經過改良後嘅鏡腳長度同粗度，令人戴落去更加穩陣貼面，就算戴咗全日都仲會覺得舒服。加上賽璐珞好似玉石嘅質感，油亮又有層次，再用圓潤嘅拋光手法，讓線條變得更加柔和順滑。顏色方面，除咗大家好中意嘅幻彩藍玳瑁，亦有提供黑色賽璐珞配色，兩種都好有質感。另外，我哋今次都推出太陽眼鏡版本，用透明賽璐珞鏡框配淺藍鏡片，整體感覺清新又輕盈。除咗 Chris 之外，我哋仲揀咗 Akira & Sons 最受歡迎嘅中金款 Pharaon 推出加大版。同樣為咗更加貼合香港人頭型而改良，加大咗鏡框比例同鏡腳設計，令眼鏡戴落去嘅平衡感更好，特別適合頭型比較寬闊或者面圓嘅朋友。呢一系列嘅聯乘作品，一邊延續 Akira & Sons 對賽璐珞嘅堅持同細膩手工，一邊加入咗我哋對香港人佩戴習慣嘅了解。如果你平時一直揾唔到一副又靚又有質感，仲要戴得舒服嘅膠框，今次 Chris 同 Pharaon 加大版可能真係啱你。想親身感受賽璐珞嘅溫潤手感同舒適度，留言 PM， 我哋會將呢副眼鏡嘅資訊 send 俾你。